爱无你哦。啊，耶稣是爱无你，较无你啦吼。你心中最大的事是较无你，主我要较无你，较亲来较无你，你心中最大的事是较无你，一生中上大的事是服侍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主我要靠西你，较亲来服侍你。一生中最大的事是靠西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一生中毋若认捌你。求上帝你的灵充满阮，帮助阮，常常当阮倒转到伫主你的面前的时，互阮会当学习，搁较深来仰望上帝，较无上帝你的话语，诚做阮生命的粮食，诚做阮活命的水泉，诚做阮生命上好的良药，诚做阮生命头前所需要的亮光。恳求上帝你拢通过你的话语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更加有气力来为主来活。服侍主、服侍人，一生过着掠主最要紧，福音会当得广传，诚做上帝你所动用的器具。阮伫你面前，将阮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主，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吼，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牧师要带领咱做伙来看摩西。大道第3系列，然后第3个系列在出埃及记33章哈。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33章。好，耶和华伊吩咐以色列人爱离开这个西奈山，哦，爱离开的，因为什么爱离开？离开要做什么代志？要行入去上帝互因应允的地啦，迦南地吼。所以咱做伙来看。伫这过程的中间，摩西伊安怎扮演一个带导者，吼，诚做一个带导的勇士，为遮的以色列百姓来甲上帝求讨。吼，咱来看第1节到第6节，吼，咱先看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好，这是发生当这个咱知影这个以色列百姓吼，因伫这个拜金牛犊了后吼，其实耶和华特别拢咧吩咐摩西，嘛甲因讲吼，讲伊有一个应允伊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应允就是讲要讲迦南地互因，所以特别
上帝也特别吩咐了摩西哈，也给这个要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要往这地从这地往那地去哈。这个那地你们觉得是哪里？是迦南美地哈。所以咱看第2站哈，伊内底哈有讲到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其实还有包含有一个人哈，叫做格加萨人这里合称的叫做迦南7族啦。意思就是讲，当以色列百姓因若要入去到迦南地，上帝嘛要将这内底这7个族，嘛会安怎甲因剔除掉。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伊并无弃杀伊的百姓哦。虽然上帝伊弃绝，咱袂输敢若弃绝，咱袂输要放杀伊这百姓，因为因拜偶像、拜这金牛犊，上帝生气，但是上帝有愿怜悯，期待摩西爱带领因入这个迦南地。咱对第3节咱会当看到第3节百姓因为因这个拜这个金牛犊的代志因失去了什么？恁看到啥？你有看到一句话足重要？上帝讲什么？讲我家己无要甲恁安怎做伙去啦。这句足重要哦。这句叫做啥？上帝应允上帝的应许是袂改变的啦。譬如安尼讲上帝对教会的建堂会改变袂？袂。伊要起造圣殿会改变袂？袂啦。每一个时刻拢有伊的立理的时间，对无？哪像以色列百姓对上帝遐领受一个异象，上帝要帮助因脱离埃及，然后进入迦南地，这种的应允，这种的应允是袂改变的。但是伫这个所在，为什么上帝无法度无要甲因做伙去？恁感觉这是什么款的神学意义？我阁问咱一个问题假设咱教会敢有可能行钱行得了？行得了袂？这是啥？这是应允。了解我的意思无？有一日上帝带领大桥教会的牧者甲信徒完成啦。但是如果咱信徒伫这个过程的中间犯罪咧，上帝敢会甘咱三个伫地？就无拄伊就无要牵咱做伙有可能无会但是上帝敢会带领大桥教会来完成这个使命的工作，会袂？会。有的人伊若继续拜偶像，伊若继续违反上帝，就亲像一只所讲的，上帝伊有奈带你伫这大桥教会来完成这个刑款的动作，但是上帝有甲你做伙无？这就无拄你了解我的意思无？伫遮伊讲啥？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哪像咧讲伫遮人的内底，有的人因若无改变因家己的行为，因要改变什么行为？恁看第5节甲第6节讲到一个足重要两个，因安怎？第5节讲，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第6节佫特别讲到以色列百姓，因安怎？对迄个住伫何烈山了后，因就将因身躯在砖塔拢安怎甲刻起来？到底他们的装饰，这些装饰是什么东西？这些装饰是什么？这些装饰都是以前他们在拜金牛犊、拜偶像的一些什么？可能是外邦人所留下来给他们的什么记号了。那一些东西都不是上帝喜悦的，所以咱要知影咱虽然咱知影上帝听咱的应允，上帝有听咱无？有无？上帝听咱这敢是应允？通过耶稣基督要救咱，对无？这是一个应允嘛，对无？但是你有看见有的基督徒安怎？有咧犯罪无？敢有继续咧犯罪？嘛是有对无？嘛是咧做同款。无愿意互上帝来甲伊改变的事有无？有安尼你想，伫遮伊咧讲啥物？遮咧讲到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叫做咱人到底你是要摕着上帝的赏赐，
也是要上帝同在啦。你感觉上帝赏赐是啥？这段圣经在咧讲的上帝赏赐是啥？上帝的赏赐是什么？对。啊，但是伫遮伊咧讲的是重点是啥？这人民因敢真正是要伊迄个迦南地？毋是哦。最后你看第6节，因是安怎？因住伫何烈山了后，就甲身躯的糟蹋拢甲伊用清去。为什么？因为第3节，因要期待会当得到，他们期待能够得到上帝与他们一同在的生命，同在的感受，还了解无？你要了解吼，你来教会会平安，但是你等去到厝里会袂平安。其实你上帝跟你做伙迄种的关系，上帝跟你同在的关系，其实你是没有领受到的生命。你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为什么讲一个人伊必须爱去面对？等下咱牧师会带领咱做伙来看圣经。其实到新约了后，其实有足侪项代志，已经毋是单纯像旧约咧看这个代志。看这上帝有甲面上甲地地的问题，上帝还是耶稣基督。所以咱对这会当看到讲，明明这以色列百姓因为拜这个金牛犊而失去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权利。所以呢，他们还是一样重视，他们不是要求跟上帝求什么？我希望能够得到去迦南美地的这个应许，得到世上的产业，不是，他们要的是什么？能够得到与上帝同在的感受。所以咱来了解讲，当咱伫困境的时阵，当咱伫旷野的时阵，有当时咱会去敲嘴讲，我做想要去期待，咱得到啥物，得到啥物。其实我感觉讲，咱伫祈祷中爱为一个人，为这个人祈祷，爱为啥？求上帝甲以撒甲地地啦。了解我的意思无？咱若有朋友也兄弟姊妹，伊会感觉讲我即摆拢安尼艰苦，拢无法当牵我的亲人做伙啊，安怎真艰苦，嘛无法当亲像过去安怎？通常伊咧期待啥？来，咱拢扛的咱圣经扛的咱想看即个问题，咱想看人伫困境的中间你会期待要求甲上帝关系更较密切，还是期待你要好起来？我牧师有一摆我伫还佫会流脑水液的时阵我拢倒入病床，我伫遐祈祷，我伫遐讲主啊，你敢会使互我即个病较紧好起来，互我知影我即个物件要安怎解决，我一直伫意伫我的病痛的这项代志顶面。但是我到最后是啥物？互我得到平安的，是互我体会到上帝甲我三合同在迄种感觉，迄种心智。当我看到这段圣经在伊咧讲的，就是上帝有甲以色列百姓做伙无？这是重点。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因必须爱甲这外邦的这物件、这记号、这糟蹋爱安怎？爱甲脱甲丢掉。这就是哪像咱人意爱咱想要得到的物件。这个物件你若无脱甲，你无法度通得到甲上帝同在的这种的生命。所以这段圣经咱咱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咱来看以赛亚书第1章第16节到17节。以赛亚书第1章。16到17节好，我们从第15节好了。15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这上洗这涤吗？洗涤，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
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有注意到第17节咯？16节伊讲到，咱爱清起家己，除掉咱一切歹。到底什么是一切歹？17节有讲到，学习要行善。行善要做好代志，要做什么？爱安怎？找求公正啊！咱人甲人的中间有足侪时阵拢无公正，无够公平啊！咱拢袂去安怎？咱拢花算讲无要紧，有无？像即摆新闻，即摆社会有无？公平即种的物件拢会去扭曲哦，有无？人民拢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无要紧啊，迄无我的地带，迄政治啊，跟我无啥物关系啊，有无？所以迄我连插拢无要插。圣经伊甲咱讲指责欺压者，你有看到遐指责欺压的人无？有时候把那件事情是把真正的人的权益跟民主性把它扭曲了。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可是你看到这些，好像在指责欺压，好像在指责我们现在的政府也好，这些人，他们反而是什么？他们是在为自己蹭流量，有没有？来为自己的那个好像很厉害，可是他却失去了真正的寻求公正的心。寻求公正的心不容易呢。你要能够跟那个可能跟你有敌对的人要怎么样？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好好的沟通。所以我都看到这些政治人物的领袖真的，我们要时常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自己呢？当咱在咱的生活中，当咱的环境的内底有无公义、无公平的时阵，我们是否能够站在一个行好的态度顶面来显明咱是上帝的子儿？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待。后半段就会提到，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扮演这样的角色？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第7节，摩西他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这古爱搞微 K 他离这个营很远哦。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面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就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你若看到这，你会感觉讲到底这段是在讲啥？这段咧讲的有一个足特别的意思有几项代志，咱会让来思考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就是帐幕。这个帐幕跟这个到后面出埃及记后面讲到有关这个会幕有没有一样？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知道从前半段，我们知道上帝他已经不跟着以色列百姓一同上去嘛，对不对？一同进迦南美地。那么你会发现第7节有讲到一个，摩西将这个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很远。其实在讲起什么？在讲起其实咱对家咱看后壁段，当这个云柱降下，咱知影云柱甲火柱是代表上帝临到的时阵，对不？要看摩西。要看以色列百姓同在见面的时阵的一个记号啦。所以伫遮咱会当知影，为什么离营很远？因为实际上代表着是作者他提到，是上帝离这些人民是很远的，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因为人得罪了神，即便你要做什么样，你讲你要从这砖头拆甲做清气到底你的心安怎？其实上帝因为要无人替伊求讨伫遮咱会当看到摩西也未向上帝求讨的，但是伫这个所在你会当看到几项代志，这足重要几项代志，就是这个道
不是这个道，就是说离隐很远，上帝与这些百姓是非常远的。那么个人在第10节，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其实你也看到人伊有那个做基态，能够跟神同在的，对吗？你知道人犯了罪犯了错以后，他知道上帝已经远离他了，他知道上帝离开他了，甚至他也会感觉到好像上帝没有与他同在的感受，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困难，遇到难处，我们会有很多在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希望能够得到答案。所以就像牧师我刚刚有提到，我在生病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因为我就想说，我就已经奉献了我的生命要做传道人，可是我竟然发生了一场车祸，我不知道上帝要带我去哪里。可是到我现在回到台南，然后从经历过了这些牧会的生活，我发现上帝的预备是何等的奇妙。可是上帝却让我学到一件事情，是我在台中我的生活有很多是得罪神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在我们的罪里面，实际上圣经节从第7节到第11节里面，他谈到很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我们与神的关系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12节。好，今天的重点12节到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好，对这段开始你就愈来愈清楚看到，为什么摩西他要将这个帐篷搭在离这个以色列百姓居住的这个营离那么远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啊，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上帝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啊！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好，牧师刚才讲13节，先讲到13节就好。好，咱看第13节有讲到一个啥？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个道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而是原文里面有讲到这个道是什么？道路、方法，是一个计划、方向，是一个目的、原则跟意念，代表的是什么？代表说，上帝你要清楚告诉我怎么做了。不是说用你的话来指示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上帝求你教我怎么做了，让我能够认识你。好，这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摩西他并不是真的很认识上帝，对不对？对吗？不然他怎么会说使我可以认识你？就是代表他还不是很认识上帝嘛，这样懂了吗？那如果摩西他不是很认识上帝，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到第12节上帝所曾经跟他讲的：“我按你的名认识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啊。”那像迄啥我牧师甲你讲，小丁乐，你做有福气上帝稳定甲你三角地地但是你若无真正做认捌这个上帝的时阵，你袂体会袂出我咧甲你讲的讲，你做蒙恩的这项代志，爱了解无？所以上帝在对摩西讲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摩西他就是用这句话在跟上帝在对话了，好像在求一个答案说上帝求你教我到底要怎么走让我真正认识你因为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好让我认识你是为了做什么？好在你眼前真正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啊。”第一个这个名，前面的那个这名，这是只是一般的用字，但是后面那个你的名呢？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这个你的名它是用一种圣经里面它其实它词语跟前面那个名的用法是不同的，原文的用法是不同。后面那个你的名代表的是已经跟神立约被拣选的人民了。求你想到这些人民是与你已经立约的人民了。所以你看
摩西他站在一个，他对这一些人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得着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事情，在求告神啊。你有理解牧师的意思？我再讲一摆吼，咱头拄看到第1节到第6节，是不是上帝不爱看这以色列百姓同在，对不对？上帝与他们同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可是上帝已经不跟他们同在了哦，可是上帝还是应许他们会去到他们未来要去的地方哦，而且这个地方是比起他们以前埃及的地方还要好的哦，甚至比旷野还要好的哦。可是就是因为上帝看到这一些以色列百姓是什么？阿妈棍是啥？这阿妈棍中间的意思就是啥？心中的啦，好，心中的啦。所以哈，我们要时常去反省哈，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好，第14节，好，第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上帝有说你还是你们？你觉得上帝他怎么回复摩西？是个人还是全体的？我觉得上帝好像还是只有对摩西说而已啊，有没有发现？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安息。注意哦，15节来了。15节摩西说什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出去。我觉得摩西他好像还不太了解，还不太认识上帝。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你如果没有和我一起去，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那埃及带出来呢？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人家会从很多事，从哪些事情知道哦？知道上帝啊，我跟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怎么蒙恩？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呢。你若无看完去安尼人会看讲到底我跟我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怎么会在你面前蒙恩呢？然后第16节后面他说什么？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吗？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好像慢慢非常清楚知道，他需要上帝不仅能够让摩西蒙恩，他还希望上帝能够跟以色列百姓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跟上帝恳求、祷告的时候，摩西他的祷告有没有不太一样？跟我们在求的事情不太一样。他在求的是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而且是求上帝怜悯这一个人，有没有与他同在，然后让他真正得着这个应许。所以我们要从这些角度去看，从这些角度去看。第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你看15、16节这个摩西他跟上帝讲了求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同受，跟以色列百姓同蒙受这个盟约的这个应许，上帝啊，你要跟我们同在，不是只有跟我同在而已啊，也能够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同在。17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想看看注意他又在求一个叫做上帝的荣耀荣光我们可以好好来探讨看看。这个从以前牧师也在想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上帝的荣光啦？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在礼拜天我们敬拜神，我们都会说，在祷告最后我们都说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对不对？有没有？那到底这个上帝的荣耀，摩西他为什么跟神求荣光荣耀？耶和华说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注意上帝的荣光荣耀就是这些仔细把它看好，19节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权柄？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慈良善？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上帝他把他没有因为摩西在跟他求了这些事情好像上帝的权柄都被摩西剥夺掉了。我从这边我看到上帝他的主权非常的明确。那上帝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他不是把它倒装放在后面的，他不是把这些恩慈宣告我的名这些事情放在后面，他是先用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我要问各位上帝他让摩西告诉摩西什么事情？其实上帝对这些以色列百姓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的感受了。你有没有发现，之前他们需要求玛纳，对不对？他们希望求水喝，他们希望求什么事情？上帝有没有应许？有啊。可是他们还是一样执迷不悟嘛，对不对？坚持的是要拜那偶像，挖克别个上帝，挖克别个神。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上帝他讲这句话19节是非常重要的，他表明了他的荣耀，他的荣光。第20节他说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摩西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嘛，对不对？让我看见你的荣光啊。这一做好大敢甲上帝做这个求讨，但是上帝嘛甲伊讲你袂使看到外面，因为人若要看到外面，就无法度通活了。21节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各位弟兄姐妹，这磐石代表什么意思？这磐石实际上是暗喻着弥赛亚，我们要站在耶稣基督上面。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那有一些神学家这是神学家的考察啦，甚至也是神学家的一些定见啦他们是把这个放在磐石穴中，就把它想象是想成那个耶稣的坟墓啦耶稣的坟墓。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也都是可以自己去解读啦。但是更重要的是说，在这里面有哪些含义，我们都可以去思考了第23节，第22节说，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23节，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好，我们从这一段圣经节里面从第1节到第6节，第7节到第11节，还有第12节。
你想看看哦，第一节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有没有？然后第二节，这个我是谁？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哦。然后第三节说，领你到那迦南美地哦，我自己不同你们去哦。那像我讲今日哈，小丁乐，对这礼拜开始，无师有3、4礼拜要来外口讲迄个募款。这礼拜开始，请你来讲道，圣神甲你三角地地，我会找什么人来斗相共？你的心内你会安怎？你有那会安尼担担嘛吼？当然嘛，所以摩西嘛同款，伊知影上帝爱我去安尼做，但是上帝你竟然无要陪我，看这人民做伙。所以咱来看，从第12节开始在看的时候，我们要先去看前半段，上帝对摩西讲的这一些话，其实是在于以色列百姓他们身上有背负着很多过去他们可能从外邦、从一些地方的这些异教很多方面的拜牛犊的这些事情，还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出。圣经里面，它其实从摩西第18节提到，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看哦，第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你看，上帝他还是说：“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他并没有回复说我要与你们同去，上帝并没有这么讲。好啦，你竟然安尼讲好啦，我答应你啦。好，可是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节里面到底这个荣耀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节在新约哥林多后书3章17到18节。我觉得。旧约里面的，不管是摩西，很多先知，他们都期待能够看见神的荣光，就好像主的灵能够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带领他们。好，但是我们来看新约在看的是不太一样的。好，哥林多后书3章17到18，上帝怎么透过不同的方式来让地上的人民，让世上的人去体会上帝与我们同在。好，第3章17到18，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怎么样，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要问各位你要想这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甚至有没有可能守着犹太律法的这一些律法师，他们可能搞不好都还是认为说上帝的荣光、上帝的形象是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是守着律法，他们不知道主的到来。就是上帝爱我们的生命的记号，而上帝透过耶稣死后的灵、圣灵的同在，而要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解说什么？主就是那个灵啊，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人不需要再为了要看到耶稣或看到上帝，他才可以得到自由。而是透过圣灵，所以第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注意什么叫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就是代表讲，咱想要会当看到主的荣光，是咱得爱变成有主的形状啊。18节的后半段说，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这样有比较具体一点的吗？好，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信上帝的人，我们是有上帝同在的人，我们是有属圣灵同在的人。你的生命样式要显出上帝的荣光啊，怎么做？就是变成主的形状，有主的形象。
还懂了吗？所以主的形象很重要，我们是从耶稣基督身上可以学习来。好，我们一起来看，第罗马书第3章23节，有讲到一个，为什么很多人不太去重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光？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其实这句话大家应该都蛮常看过、蛮常读过哈。第3章23节讲到因信称义的，好，第3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这样懂了吗？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假如我们没有犯罪，我们守着主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宝血，我们得以学习警醒、学习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学习不犯罪，在神的面前不犯罪，好好学习读经祷告，我们不会亏欠上帝、亏缺上帝的荣耀了，因为在我们身上就会显出那个什么，显出上帝的荣耀。人家看到你就觉得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习，好好读经，好好再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认识我们自己的罪，然后在神的面前求告神，求神与我们同在。好，就好像有些时候，每次我只要一生气，跟我牧师娘一生气我都觉得很得罪上帝，然后我就会觉得上帝好像离我很远的感觉，然后我就会感觉到说主啊，我这样子做，这个礼拜你知道礼拜天我们去东门教会，昨天有一位黄和龙牧师，黄和龙牧师是较早安顺教会，嘛是和顺教会。更等的迄个牧师，年纪很大，他特别跑来这边，然后跟牧师分享什么？分享他的生命。这个牧师他讲到一个，他说他过去他为了教会付上了多少代价，然后到最后他说他2个儿子，他2个儿子只要一听到教会，他们是不去教会。在我心里面，我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家庭和睦的关系。我就在想，当我们全心全意的付上很多的时间代价在教会，在为了服侍神，可是家庭的关系怎么样促进那个与神的关系是否能够和睦？我就在想讲今天若教会，咱拢成长拢做好，有一天我的囡仔大汉了，讲爸爸，我不要去教会啊！那个时候，我如何得罪神？了解我意思无？我，这就是牧师的家庭。因为牧师的家儿、牧者的家庭，他们是陪着自己的先生跟爸爸在看待教会，在认识教会，所以他非常了解过去的教会，咱拢知影较传统型的教会，咱过去教会的时代就是有的对牧者，还是讲对教会这拢爱看个人但是牧师要讲的不是这，牧师要讲的是讲，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好好爱家人，然后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不要得罪上帝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家庭一定要把它顾好了，家庭爱顾好然后咱跟人的关系嘛，得爱处理好所以这是牧师伫遮简单来跟咱做位分享好敢有啥物有啥物想要提出来，大家做位分享的，还是你有感动看见的无？是。对。
信徒咱读到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咱想咱就想讲，如果迄阵上帝所行真正拢看，伊拢看，安尼即摆无看到。所以，对，所以看到家己吼，其实我感觉伫遮吼，咧讲的拢是啥呢？你看这以色列百姓甲摩西本身，拢咧讲着家己到底有认捌上帝无啦？家己啊，嘿。因咧见上帝所行是真正代志吼，啊，因搁敢去做迄个偶像哦，来拜偶像哦。我咧想讲，这个咱人哦，这百姓到底是读到是咧？所以吼，咱呀，所以，嘿。这个时日，比如讲摩西带阿基人出去出红海，其实那是非常震撼。我对百姓看这么震撼，上帝眼中比较啥才会犯这个？我也是人性。人性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摩西他在上帝的面前，他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什么？他对，一共第13节，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啊，因为摩西伊一开始伊嘛是无愿意要去带领因出埃及嘛，对不？但是当因领受到上帝非常明确的让他知道，嘛互伊经历到迄个过程了，伊较领受这个使命嘛。所以你要知影讲，伊是安怎？伊会讲啊，上帝啊，你当初安尼互我带因出来，啊是安怎？你搁要安尼甲因对待因？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领导者他并不是真的完全认识上帝嘛，对不对？有可能，这个是蛮有可能的，因为咱对家咱会当看到，伊讲，请你记得，求你将你的道甲我指示啊。代表伊有做侪做法，伊还阁唔知影要安怎用上好的方法来操作上帝啊，操作上帝的心意，甲这以色列百姓讲，因为领袖拢是两正，包含牧师嘛共款啊。我嘛毋是每一摆我拢知影，但是我昨听迄个牧师咧分享哦，伊分享伊这见证的过程，我发觉讲，哇，感谢主，上帝互咱会当伫这诚做有这见证的经验的。牧会过程，迄个智慧啊，迄个过程要安怎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真的是很奇妙。无，我这是点到而已吼，迄毋是咱今日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咧讲，咱本身牧师是安尼啊。但是咱嘛是有可能啊，咱有咱的家庭啊，咱的信徒有伊的家庭啊。但是伊的家庭，伊是毋是愿意甲伊的家庭的代志，这问题，甲伊摕来到上帝面头前？信徒啦，对于牧者足刻薄，啊无听牧者，啊第二就是讲教会内有分党。对，你即摆咧讲的是，我咧讲的迄项代志。但是我咧讲的是讲，咱来探讨是讲。信徒当伊为着伊的家庭，为着伊的生活，伊肯掠掉伫伊的家庭生活，却无愿意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阵，安尼咱要会当安怎甲伊讲，要安怎甲伊考劝，甚至要安怎为伊祈祷，这是咱今仔日的重点嘛。亲像摩西共款，甲上帝求讨啦。我感觉这是咱今日爱去劝的重点嘛吼，因为咱今日咧讲代祷嘛。咱来了解摩西伊安怎诚做一个代祷的勇士，为着这人民来咧祈祷，这才是咱今日要学的重点嘛。所以我感觉讲，咱做一个要为人代祷的人，最后摩西伊讲，求你互我看到你的荣光，但是上帝伊用一个更较无相款的方式，互咱看到主权伫上帝，对无？第二，咱看到。上帝互摩西知影，讲咱就是咱对新约内底所讲的，咱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咱会当知影，咱的生命着爱安怎？
得爱有主的宽恕，好，所以我是感觉讲新约你是较无容易较清楚看出来啦，因为它伊是有启示性的啦，启示性的啦，好，所以想那摇标，我讲这个看啦，在我这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啊，到底这磐石是什么？牧师甲上帝讲，求你互我看到我眼光。啊，过去听一个信息，牧师拄讲，所以啊，所以上帝甲伊讲啊，讲，伫我这个看啦，伫我遮有所在啦，你免烦恼啦，伫我遮有所在啦，你免去求迄啦，你得爱踮伫咧石盘顶的意思讲，迄哪像咧讲啥？迄当时当然还袂有主耶稣啦，但是弥赛亚对咱来讲，对咱即马有信约耶稣基督了，咱就知影，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呢？耶稣还袂出世呢。弥赛亚啦，因叫弥赛亚啦，嘿啦，弥赛亚啦，好。圣子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对。所以不是讲对啦，不是讲无啦，是有的，不是没有。对啦，我意思是讲，在世上，就是说我们看得见的耶稣，因为我们这样讲会比较清楚啦。啊，但是他讲的是说，上帝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的这个角色，圣子是有的，没有错啦。预表的很多啦。对啦。对。所以呀，那个军队的元帅也是。对。所以很多东西预表的都。对。啊，但是人民不见得看得懂，啊，所以这就是讲咱这对这个以赛亚书这些小本圣经小圣经来对咱人看出讲，喂，涵盖了很多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咱上重要就是讲咱伫主的内底，即摆咱是靠信心啦，靠信心内底是自由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来为教会的信徒凝聚家人的关系，能够有智慧、有能力来祷告那这部分牧师来带领。那第二个，我们也为信徒能够体验真实的体验认罪悔改然后唯有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上帝的同在的生命才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行变生命的变化。注意我再讲一次上帝同在的生命才会在他们生命当中行出改变的这个作用啦这一段我们也请毛长老来带领祷告那最后我们也恳求上帝帮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在代祷的工作上面我们学习感谢神我们一起用感恩来回应上帝，我们学习用付上代价的行动来奉献给神，来经历神的赏赐那我觉得这个感谢的回应神，我觉得很重要，就好像去体会上帝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在他的里面去体会上帝的恩那他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最后这一段我们请肖长老来带领我们祷告那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经历认识神，愿主你与我们同在，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神你，我们要学习认罪悔改，我们要学习更多在你面前认识神你的恩典，因为神你丰盛的应许在你的计划里面，主你早已预定好，你也预定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让我们得救的生命能够继续为主你而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学习认识神。主啊，谢谢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那丰盛的恩典，在你丰盛的荣耀里面，借着上帝的灵，叫我们心里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得以刚强起来，也透过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对他的相信救赎我们生命的罪，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神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透过家庭的关系，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家庭里面与孩子
与家人能够时时带着和气，有神你的荣光，做光做盐的生命，让我们学习说出合适的话语，让我们在关系的建立上，从家庭里面就做美好的见证。恳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在生命当中学习如何爱人如己。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面前就能够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诫命。愿神赐给我们智慧与能力，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处理我的上帝，自我实在非常的困难。是阮不断伫你的话语内面，主你来开窍阮的智慧，互阮会当真正真捌你。主啊，阮常常忽略了主你的教示，愿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读经即个灵修，即个时间的习惯，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时时甲你相结连，互阮伫你话语中来吸收了主你真正的教示，互阮咧跑走头前道路时，无来偏错主你的教示。愿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时时有即个甲你结连做伙时间，来领受主你。话语的时间，阮会当甲你建立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伫每一天的生活中，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赏赐阮活命。阮嘛知影，智慧是对你遐来，敬拜你的、敬畏你的。拢啊，伫你遐来得到活命。主，阮感谢你。主，阮知影阮每一个人享受着上帝的恩典。我嘛知影，阮每一个人的经历无共。阮有时，阮的心嘛有硬的时阵，阮的心嘛有骄傲的时阵。但是当阮好的时阵，阮却特别记你上帝，你教阮三角地带，你对阮的应允，阮却认为这是家己的，是家己所应该得到。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若无经历一届的即种的挫折，也是滑倒，阮无法度经历成着。上帝，你教阮三角地带，因为透过你教阮操练，透过你教阮修剪，互阮的生命搁较完全，互阮的生命得到你的祝福，互阮的生命会当搁看得较清净。主，阮感谢你，阮感谢是每一工，阮若天光喘一个气，阮就来感谢你，主，求你甲阮三角每一兄弟姊妹三角地带来体会着上帝你对阮的疼，上帝你对阮的保守，上帝你逐工用圣神的陪伴阮来经过每一工的经过。主，阮感谢你，愿阮伫遮的代祷，伫遮的恳求，主你求你听阮祈祷，互阮会当搁一摆来较认捌你，会当伫阮的生命当中掠你最大，掠你最大，来跟对着你的脚迹来行。阮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我们在每周三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9点，愿主赐福大家，愿你平安。